好來，鄉親啊，繼續來看總統賴清德今仔日就職滿2週年，講到少子化的問題，講這是國安問題，而且提出着對策，其中0到18歲，每一個人每個月要發5000塊。另外，也有行政院長杜英泰所講的，要甲育嬰假升級，甲適用的年齡幼到6歲。這個政策，即擺就等行政院提出，送到立法院來修法。那我們第一篇就是提出家庭支持篇，我們有18項對策，那其中1項0到18歲，我們發放每人每一個月5000元的成長津貼。將少子化問題當作國安問題，總統賴清德就職2週年，提出台灣人口對策新戰略，還有包括對職場的友善、家庭的支持，還有住宅的提供等等，這是一個完整的配套。那預算大概是1年大概2000億元的規模。無希望爸母一經打起雙頭題，行政院長杜英泰嘛提出相關政策。目前的幼稚園遐流程假是佇咧囡仔3歲前會當申請2年時間。杜英泰是佇咧19歲記者會提出要升級做飼囡仔假適用歲數提懸到6歲前，同時嘛推動幼稚囡仔主體減稅優惠，含相關婚假、產假等等，要予爸母攏有時間陪伴照顧囡仔。在下個禮拜的行政院會來進行討論之後，我們才對外來宣布。時間彈性的制度支持，對於現在育兒家長來說，是相當重要的，所以我們非常肯定這樣子的修正方向。希望透過給予現金補助來提升生育率，這個就國際研究來說，其實政策效果相當的不明顯，所以我們還是會認為，制度如果今天希望能夠去提升生育率的話，還是應該要回到提供充足的公共托育以外，現在台灣最缺乏的，其實就是給育兒家長能夠有彈性運用時間的權利。具體內容還佫等行政院討論公布。新政策想要上路，還佫修法。不過立法院執政黨和在野黨緊張的氣氛，飼囡仔政策要安怎修改，要如何做好，恐驚還佫斟酌傷過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